为了影控的范例艺术画室，平时甲着南区民德里社区发展协会有艺术推广的课程。即届受到南区公所的邀请，有着画室的老师王义勋，结合26位的学生，伫南区公所的艺术空间举办书生的联展，总共有33幅的作品，有油画、粉彩，甲着复合美彩等。光其实在绘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除了光还有色彩的结合以外，我们在运用在所有的生活上的任何事情都跟光有关系。好，那除了在绘画上面运用光以外，其实这次主要的光是连接在我们的心灵的层面。好，所以这次的光除了象征希望，那也是一个方向的指引。那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，可以指引一些可能还没有机会接触艺术的观者，或者是想要进入到艺术领域的一些小朋友或者大朋友，都可以借由这次展览，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连结。我是用粉彩画，那大家的画笔是笔刷，那我的画笔是我的手指。那我想要创作的感觉呢，也想要结合这次的主题，就是有光晕的感觉，所以我每一幅呢都会有放一些小亮点在里面。这届书生的联展号名“出之光”，希望透过光的倒变，甲着充满希望，互民众来区公所测光，嘛会感受到心灵的疗愈。区长表示，伫南区4档来的展览当中，王老师会用讲是颜值相关的一位。我刚刚跟王老师交换个名片哦，他刚好在整理他的东西，结果一转头我吓一跳，因为从我来这边4年多展览的所有的主办者，应该是王老师的颜值是最高的，非常有气质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我想今天王老师带领的他26位学生来参展，今天展览应该是有33幅的一个画作的作品。那以出之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作为这次展览的一个题目哈，那我想大家对光这个东西的话，它是多变的，而且充满了希望。这届的展览将对今日起一直到10月30日，上午的开幕式现场除了古筝甲着古乐的表演，另外还佫设有艺艺专区，包括画册、小品的艺艺等。你艺艺所得，嘛将转属关做帮助弱势贫困的学童，作为画图甲着学习来使用。而伫开幕式当天，因为拄好是七夕情人节，画室嘛特别准备了玫瑰花来送予每一位到场出席的贵宾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